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六卡有一间庙啊，迄个庙跳的对联，考倒真侪人，参国文老师嘛袂晓念。这间庙伫嘉义六卡虽然无大间，验过有一项是全台湾第一的。你敢法度读出这个字？因讲是全台湾上歹读的对联。啊，你若认为要调整看卖，有人念头一字了后就卡掉了啊。头是我读，过来看无啦。哦，过来咧，过来看无啦。莫讲少年人，也是当地耆老找老师来共款考倒去。伊的字，伊的音，吼，康熙4年有诶有，有诶无。日选正绿公天下，月平晴朗耀乾坤。其中4个日3月造成的汉字字典内面找无，要过就对联其实正确来讲应该用台语来读。那呢意思就是日月精英公天下，月平灿烂耀乾坤。新明咧，伊会要等伊的威风吼，等伊的声威吼，所以讲吼，日月精英公天下吼，来做一个对联吼，可能是新明为家己的用意这个安尼啦。当初庙方透过新明的旨意写这个对联，加算算的这个对联，总共有10个日加10个月。日月同星的情形下，代表讲真光明的意思。因为大部分的人拢看无啥有，因讲是全台湾上困难的对联，即嘛引起话题。